當呼吸化為空氣 ，When breath becomes air。作者 Paul Kalanithi， 譯者何宇嘉，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2020年12月。序言。你好，我係 Abraham Verghese。喺寫低呢啲文字嘅時候，我突然諗到呢本書嘅序其實最好作為後記咁讀，因為涉及 Paul Kalanithi 嘅一切時間係調轉嚟嘅。例如話，我係喺阿 Paul 死咗之後先至真正認識佢，當佢已經不在人世，先至成為咗我親密嘅朋友。2014年嘅2月初係一個難忘嘅下午嚟，我喺 Stanford 見到佢。佢啱啱先喺紐約時報發表咗一篇特稿，標題係我仲可以活幾耐。呢篇文章引起咗好強烈嘅反響，好多讀者都紛紛回應。發表之後幾日內，傳播就好似排山倒海咁嚟，熱度都仲未完，佢就同我聯繫，話要同我傾下，問下著作權代理、編輯同埋圖書出版之類嘅問題。佢話佢想寫一本書，就係呢一本你正在聽緊嘅書。我尚記得陽光透過我嘅 office 窗外嘅玉蘭樹，照亮眼前嘅呢一幕，就係阿 Paul 同我面對面坐喺度，好睇嘅雙手穩穩咁放喺面前，而臉上留住好似先知一樣嘅鬚，深色嘅眼眸上下打量住我。呢一幕睇起上嚟就好似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嘅荷蘭畫家 Johannes Vermeer 嘅風格畫，亦都有啲似針孔相機所呈現嘅作品咁。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同自己講要好好記住呢一幕，因為影喺我視網膜上嘅一切都太珍貴。仲有就係因為由於阿 Paul 已經被診斷出患咗癌症，我諗到佢即將湮滅嘅命運，更加意識到自己亦都係一個一定會死嘅凡人。嗰日下晝，我哋傾咗好多。佢當時係神經外科嘅住院總醫師，我哋嘅工作大概曾經有過交集，但係就諗唔起有過邊位共同嘅病人。佢話我知喺 Stanford 佢本科學嘅呢係英文同埋生物學，之後呢就繼續留喺本校攻讀咗英語文學嘅碩士學位。我哋傾咗佢對寫作同埋閱讀嘅與生俱來嘅熱愛，我有啲嚇一跳。佢本來輕輕鬆鬆就可以成為一名英文教授，而且曾經佢好似都想走呢條路，但係佢就好似喺新約聖經使徒行傳之中所記載阿 Paul 去大馬士革途中嘅故事一樣，喺冥冥中佢成為咗一名醫師，但係佢一直希望以某種形式實現自己嘅文學夢，或者有一日寫本書或者點呢？佢本來以為自己仲有好多時間。本來就係㗎，但係而家時間成為佢最稀缺嘅嘢。我仲記得佢溫柔又帶一啲嘲弄意味嘅笑容，就算已經好瘦好憔悴，臉上邊仲帶住一絲頑皮。佢已經同癌症過招咗好耐，身心都好攰，但係最近一次嘅生物療法起到咗好嘅效果，等佢有時間可以考慮接落嚟嘅事。佢話學醫嘅時候一直覺得自己會成為精神科醫生，冇諗到愛上咗神經外科。佢愛嘅唔單止係大腦嘅錯綜複雜同埋經過訓練可以做出驚人手術嘅滿足感，仲有就係對於嗰啲飽受痛苦嘅人深切嘅愛同埋同情。佢哋嘅遭遇同佢能夠實現嘅可能係佢入行嘅主要原因。阿 Paul 同我講呢啲嘅時候輕描淡寫。相比之下，我同有啲曾經做過阿 Paul 助手嘅學生講嗰陣呢，講得仲多過佢。佢嘅學生總會同我提起阿 Paul 嘅一啲可貴嘅品質嘅，例如佢好堅定咁相信自己嘅工作有道德上嘅意義同埋價值。跟住呢，我哋又傾到佢面臨死亡嘅現實。喺嗰次之後，我哋透過 email 保持聯繫，但係就再冇見面。唔單止係因為我被各種各樣嘅工作淹沒咗，仲因為我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一定要尊重佢嘅時間。見唔見我要由阿 Paul 嚟決定。
我覺得佢而家最唔需要嘅就係要維持一段新嘅友誼。不過我都係成日都諗起佢，亦都諗起佢太太。我好想問佢有冇寫嘢啊，有冇揾到時間寫啊？咁多年嚟，作為一個好忙嘅醫師，好難揾到時間寫嘢嘅。我想同佢講，一位著名嘅作家曾經用同情嘅語氣同我傾起呢個永恆嘅難題，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神經外科醫生，要同屋企人講，我一定要抌低你翻去做一個緊急嘅開顱手術，冇人會有嘢講嘅。但係如果話我要掉低你上樓寫嘢咁，我都幾想知阿Paul聽到會唔會覺得呢段說話好搞笑？始終佢真係可以話自己要去做開顱手術嘅，反正好合理啊。然後就上樓去寫嘢咁咯。喺寫咗呢本書嘅同時，阿Paul喺 Stanford Medicine 上邊發表咗一篇好出色嘅短文，主要係探討時間嘅問題。而我亦都有一篇相同主題嘅文章，於是就同佢嗰篇一齊排埋一齊。不過等雜誌到手，我先至睇到阿Paul嘅文章，讀住佢嘅字字句句，我又產生咗讀 New York Times 嗰篇文章嘅感受。阿Paul寫嘅嘢真係令人叫絕，佢就好似順手拈來都會充滿衝擊力咁。但係佢嘅選材唔係隨隨便便嘅，佢專注於寫時間，寫生病之後嘅時間對於佢嘅意義。咁嘅主題，讓佢嘅文章變得係幾咁尖銳深刻，令人沉痛。不過，除咗主題，我都一定要講嘅就係佢嘅文筆，亦都令人難忘。佢嗰支筆仿佛有點石成金嘅魔力。我一再攻讀阿Paul呢一篇文章，努力咁樣理解佢想表達嘅嘢。佢嘅文章就好似美妙嘅音樂，有啲似美國詩人 Galway Kinnell 嘅感覺。幾乎都可以叫做散文詩嘅啦，但係阿Paul嘅文字之中仲有另一啲嘢，係嚟自一片古老嘅土地，係嚟自 Galway Kinnell 嘅嗰個時代之前。幾日之後，我再次攻讀佢嘅文章，終於諗明白，阿Paul嘅文字頗有17世紀嘅英國博識家 Thomas Brown 嘅神韻。喺1642年，Brown 寫咗一個醫生的信仰。入面用嘅都係古英語嘅拼寫同埋語法。仲係一個年輕醫生嘅時候，我對嗰本書都幾迷下，總係讀完又讀，就好似一個農民立志要抽乾一個泥塘咁，要完成父輩未完成嘅事情。就算係幾難都好啦，我仲係好迫切咁樣想探究書中嘅奧妙，有時好沮喪咁擺埋一邊，跟住又忍唔住攞翻起。我唔知道自己可以喺本書入邊攞到啲乜噶。但係有時我會一字一句咁樣讀出聲，感覺上入邊的確係有啲嘢係為我而寫嘅咁。我覺得自己似乎缺乏咗啲乜嘢關鍵嘅感官，讓嗰啲字母冇辦法盡情歌唱，展露佢哋嘅意義。無論我幾努力，仍然都睇唔透書中嘅奧義。咁你一定會問，為咩呢？為咩我死咬住唔放呢？有邊個會在乎一個醫生的信仰啊？我嘅偶像 William Osler 就在乎。Osler 係現代醫學之父，喺1919年逝世。佢好中意呢本書，總係放喺床頭櫃度，仲要求喺死嘅時候用呢本書陪葬添。喺嗰陣時，我冇辦法悟到 Osler 所悟到嘅嘢。經過多次嘅努力，經過幾十年嘅歲月，呢本書嘅真義終於展現喺我眼前。我發現關鍵係要將內容大聲讀出嚟，嗰一種抑揚頓挫嘅韻律，亦都係至關重要。等你聽到阿Paul呢本書最後一段嗰陣，仔細咁品味一下，亦都會感受到同樣嘅韻律節奏，可能仲會令你情不自禁咁用腳打起拍子添。但係亦都好似讀完阿Brown 嘅作品一樣，衝動之後，你會合埋本書，深深思考。就我嚟睇，Paul 就係 Brown 嘅化身。然後阿Paul去世，我去 Stanford 嘅教堂參加咗佢嘅追悼會。嗰度係一個好華麗嘅地方，我成日都喺冇人嗰陣走去坐嘅，欣賞教堂入邊嘅光影，享受靜默嘅一刻。出嚟嘅時候，總會覺得煥然一新。
追悼會嗰日，教堂入邊人頭湧湧，我坐埋一邊聽阿坡最親密嘅朋友，佢嘅牧師同佢細佬講述一個關於佢嘅故事，都好動人，亦都有啲苦楚。係啊，阿坡已經走咗，但係我有一種奇怪嘅感覺，自己正在慢慢咁了解佢。呢一種了解超越咗嗰次我喺 office 嘅會面，超越咗佢寫嘅嗰幾篇文章。喺 Stanford 紀念教堂入面，佢活喺呢啲故事之中。高聳嘅圓頂好適合用嚟紀念呢個人。佢嘅身體已經化歸塵土，但係形象依然係幾咁親切鮮活。佢活喺佢美麗嘅太太同可愛嘅女嘅身體入邊，活喺悲痛嘅雙親同手足心中，活喺呢一座教堂入邊嘅眾多好友、同事同過去嘅病人嘅表情之中。後嚟喺戶外嘅招待會上，大家共聚一堂，佢亦都喺度。我睇到大家臉上帶住平靜嘅微笑，仿佛啱啱喺教堂之中見證咗極其優美而深遠嘅事物。或者喺我塊面上邊都帶住同樣嘅表情咯。喺一場追悼儀式上邊，喺一片頌揚嘅稱讚聲之中，喺一齊流下嘅眼淚入面，我哋揾到咗生命嘅意義。而喺招待會上邊，我哋飲水解渴，進食果腹，同素未謀面嘅陌生人交談。因為阿坡，我哋有咗親密嘅聯繫，喺其中亦都有住更為深遠嘅意義。但係一直等到阿坡去世2個月之後，我終於攞到你而家都聽緊嘅呢一本書嗰陣，先至感覺到自己終於進一步了解咗佢。能夠同佢做朋友，真係我嘅福氣。聽完你即將開始聽嘅呢本書之後，我好坦白咁講，自己實在甘拜下風。佢嘅文字之中嗰種誠懇正直，令我非常之驚嘆羨慕。做好準備，揾個地方坐低，見證勇氣嘅樣，睇下需要幾咁勇敢，先至能夠咁樣嚟到剖析同埋袒露自己。但最重要嘅係，你會見證雖死猶生嘅奇蹟。死去之後，仍然能用你嘅文字對他人嘅生命產生深遠嘅影響。當今呢個世界信息爆炸，我哋成日都淹沒喺屏幕之中，眼睛緊緊咁樣望住手上嗰塊係咁響嘅長形發光體，時時刻刻都喺度注意住嗰啲碎片化嘅嘢。而家，請你停一停，同我英年早逝嘅同事進行一次心靈嘅對話。佢雖已死去，卻永遠年輕，永遠存喺回憶之中。靜心聆聽阿坡，喺佢嘅字裏行間嘅沉默之中，傾聽你自己嘅回應啊！佢要傳遞嘅信息就喺呢本書入面。我已經明白，我希望你都一樣去感受。呢一份係禮物嚟嘅，我已經唔使喺阿坡同你之間再傳話噶啦。呢本書涉及嘅事件，全部都係基於 Paul Kalanithi 醫生回憶嘅真實經歷。不過書中出現嘅病人，全部都係用化名。除此之外，所有醫學案例之中嘅細節，例如病人嘅年齡、性別、種族、職業、家屬、住址、病史或者診斷都好，全部都進行咗修改。Kalanithi 醫生嘅同事、朋友同埋治療佢嘅醫生，全部都改用化名，淨係除咗一個人。如果因為化名同埋細節修改引起嘅任何雷同，純屬巧合，無義無反。